現年50歲嘅最強視后佘詩曼阿佘，自憑借劇集《新聞女王》中 Man 姐一角再度爆紅，演藝事業推上新高峰之後，一舉一動都成為全城焦點。向來以專業優雅形象示人嘅阿佘，近日罕有地喺社交平台發放一輯超性感美照。其火辣程度隨即引發網友暴動，激讚佢靚到核爆。喺呢輯令人驚豔嘅相中，佘詩曼身着一套米白色嘅蕾絲高級定制禮服，設計極盡巧思同膽識。最震撼眼球嘅莫過於胸前中門大開嘅超啲 V 剪裁，領口誇張咁一直深陷至近肚臍嘅位置，將佢保養得宜嘅均勻身材同埋身段表露無遺。一條精緻嘅垂墜長頸鏈巧妙地點綴喺胸前，隨着身體線條延伸，不僅沒有絲毫俗氣，反而更添幾分雍容華貴，將性感同高貴完美融合。禮服下半身採用咗輕盈嘅透視材質，令佢一對招牌嘅白滑長腿喺走動間若隱若現，舉手投足都散發住致命嘅吸引力。喺近鏡特寫之下，佘詩曼嘅肌膚依然緊緻無瑕，絲毫睇唔出歲月留下嘅痕跡，完全唔似一個已經半百之齡。其凍齡女王嘅稱號絕非浪得虛名。阿佘亦為呢輯美照配文：溫柔嘅蕾絲係我今晚嘅盔甲，享受美妙的夜晚，赴一場藝術之約。展現佢除低 Man 姐戰袍之後溫柔嫵媚嘅另一面。啲相一出，即刻震撼全網，唔少網民驚嘆阿佘嘅狀態竟然比許多後生嘅女星更加好啊！紛紛留言大讚阿佘靚到核爆，邊度似50歲？呢個身材話係少女我都信啦，世一美魔女太靚啦！更有劇迷引用劇中角色稱讚 Man 姐魅力四射，時尚優雅。大家一致認為佘詩曼無論係身材、樣定係氣質，都仍然處於巔峰狀態。呢份喺50歲依然能駕馭性感，並將其升華為高級感嘅自信同埋美麗，實在令人覺得難得。14歲嘅 TVB 視帝陳豪同太太陳茵媺結婚12年，育有2仔1女，向來係圈中嘅模範家庭。雖然近年陳茵媺為家庭淡出幕前，但陳豪一直被指為 TVB 人工最高嘅小生，一人之力終於讓屋企人過上舒適嘅生活。近日更舉家搬到中半山舊山頂道一伙月租高達16萬嘅複式豪宅。陳茵媺琴日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張溫馨嘅全身全家照，意外令新居嘅氣派內貌曝光。相入邊，一家5口坐喺聖誕樹前面，幸福滿滿。其中啱啱滿12歲嘅大仔成為焦點，佢坐喺正中間，一頭時尚嘅髮型配上俊朗嘅五官，外貌好似爸爸陳豪，更添幾分少年感。成熟穩重嘅樣完全唔似得12歲啊！可謂暴風式成長，顏值超過爸爸。除咗大仔靚仔樣之外，照片背景所見嘅新豪宅同樣觸目。喺全家福入邊可以見到新居客廳空間感極強，顯得非常之闊落。特別係其超高嘅樓底，配上巨型落地玻璃窗，採光度十足，氣派非凡。據悉，該複式大宅樓底高達14.5尺，可飽覽中區市景同維多利亞港海景。早前陳茵媺分享陳豪為佢送上愛心咖啡嘅短片，片中陳豪喺樓梯行上嚟，亦證實咗豪宅嘅複式設計。
陳豪一直係圈中嘅愛妻號，為咗令家人住得更加舒適，咁多年嚟努力做嘢，更非常有投資眼光。由早期購入將軍澳都會斜，到2013年豪宅3300萬買入大埔比華利山別墅，再為仔女讀書方便而搬到淺水灣及鴨脷洲南灣。每一次搬遷都越住越好啊！32歲嘅吳千語同百億富三代施伯雄喺2023年12月結婚，兩人婚後更不時放閃。早前施伯雄為趕往現場支持老婆，喺飛機上收睇老婆嘅直播，被眼利嘅網民發現佢坐經濟艙，惹嚟網民熱烈討論。喺施伯雄上分享嘅影片，並以邊個喺飛機上睇千千直播為主題。片中嘅佢戴上口罩，坐喺飛機上睇住老婆吳千語嘅直播帶貨視頻，而佢面前亦擺放咗一份經濟艙客位嘅飛機餐。有網民就對呢位百億富三代施伯雄坐經濟艙覺得好驚訝，並話居然坐經濟艙。而施伯雄就大方回應：我想評論一下非商務艙同經濟艙嘅個人想法。我每次坐2個鐘嘅航班，選擇經濟艙，可以慳返大概500幾蚊美金，可以攞嚟投資。我舊年飛咗超過30萬公里，假如60%係短途飛行公里，你哋可以計下你哋可以睇下經濟艙剩低積累去投資嘅錢有幾多？以7%嘅年回報率計算，呢個正係資本增值嘅方式。唔少網民亦紛紛大讚佢嘅回應十分之得體。榮升8億新抱嘅吳千語近年仲進軍直播帶貨行列，分享扮靚心得及日常生活，深受大眾歡迎。吸金力相當驚人嘅吳千語喺早前嘅直播更創下 GMV 商品成交總額突破1.5億人民幣，折合約1.66億港幣，難怪被封為新一代嘅帶貨一姐。咁識得計算嘅施伯雄係畢業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，擁有國際關係及經濟學學位。畢業後曾喺多間初創公司工作，2019年轉戰金融科技行列，被委任為高級副總裁，負責亞太區業務。2021年再帶領團隊進軍內地市場，現為亞太區總經理。15歲黃金剩女阮小儀喺2025年有唔少驚人嘅舉動，繼今年10月宣布離開效力咗近30年嘅商業電台，同早霸王最佳拍檔森美小儀正式拆夥之後，喺最近普天同慶嘅聖誕節又投下咗震撼彈，喺毫無預警之下宣布結婚，令唔少人既驚又喜，為小儀揾到幸福感到高興，同時又對小儀老公嘅身份作出揣測。小儀嘅最佳拍檔森美曾表示早就知道小儀嘅計劃結婚，早前已經同佢嘅屋企人同埋好朋友一齊食飯。對於小儀老公嘅身份，森美直言其中一個工作係要保護呢段愛情。佢嘅另一半我唔方便講咁多啦，要保護證人，交翻俾佢自己同大家討論啦，唔講太多新郎哥嘅嘢啦。不過經過一輪發酵，小儀老公嘅身份疑似曝光。小儀喺 IG 貼上一張無名指戴戒指手拖手嘅相，話2025年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嘅年份，多謝你令我人生下半場更加精彩，亦想同愛我嘅你哋一齊分享，多謝你哋滿滿嘅祝福，聖誕快樂。小儀今次無預警官宣結婚，唔單止引嚟全城嘅祝福，更加上小儀嘅保密做到滴水不漏，觸發大家對佢老公嘅身份感到好奇，紛紛作出揣測。有指小儀嘅老公從事汽車行業，兩人透過朋友介紹而認識。
為保護愛苗，交往期間極度保密，連商台嘅同事都唔知。其實小儀今次選擇喺聖誕節宣布結婚，有跡可尋。喺平安夜當晚貼上一對薑餅人嘅相，話聖誕節我屋企冇大大嘅聖誕樹，但有小小嘅薑餅人，已經心滿意足。相中仲有小儀嘅一對愛犬，睇起身一家四口相當溫馨。當婚訊被公開之後，有人話原來張相早有玄機，恭喜你哋！你呢個 post 係有暗示嘅。與此同時，喺早前播出嘅《早霸王》曾邀請蘇文峰擔任嘉賓。當時蘇文峰問小儀：你係咪嫁咗封盤啊？小儀話：嫁咗封盤我都想啊。蘇文峰又話：流年我就計唔到啦。佢姻緣運本來係2022、2023都過鬼埋。森美即插嘴話：有啊，佢有啊。蘇文峰話係2022、2023有簽紙運要結婚，而家就只得同居運啫。小儀當時未有太大反應。蘇文峰繼續話：佢2026年容易因為同居而結婚，佢下一個結婚運就係2023、2033。蘇文峰仲建議小儀揾一個年紀細過佢嘅，仲笑話一個唔覺意退休做師奶啊。內地女星李湘嘅16歲女黃思玲，自細喺母親嘅富養教育下，過住公主般嘅奢華生活，一舉一動備受矚目。繼舊年以8萬愛馬仕喜馬拉雅手袋引起熱議之後，近期佢出席一場上流社會晚宴，同有最美賭王千金之稱嘅何超蓮罕有同框，兩代名媛嘅世紀合體，旋即成為網上焦點。喺曝光嘅晚宴當中，16歲嘅黃思玲同34歲嘅何超蓮並肩而坐。雖然年紀尚輕，但黃思玲着上一身粉紅色中式刺繡旗袍，留住一把烏黑長髮，顯得端莊典雅，顏值一流，氣質極佳。儘管身旁係早已習慣鎂光燈嘅何超蓮，但黃思玲嘅氣場絲毫冇被比下去。相較於何超蓮精緻小巧嘅面同成熟嘅韻味，黃思玲更勝在滿滿嘅青春氣息同豐滿嘅好身材。唔少網友評論啊，雖然兩個人有18歲嘅年紀差，但同框畫面卻相當和諧。黃思玲憑藉其青春活力面對何超蓮亦都勢均力敵，散發出新生代名媛嘅獨特魅力。黃思玲嘅自信同氣質源於其顯赫嘅家庭背景。佢當年因參加內地綜藝《爸爸去哪兒》而廣為人知，節目中乖巧懂事嘅形象深入民心。佢嘅爸爸係導演王岳倫，爺爺係著名畫家王輝，母親李湘嘅家庭背景同樣強大，外公曾任法院副院長，外婆則係汽車集團嘅經營者。同導演王岳倫離婚之後，李湘就帶住黃思玲去咗英國生活，並為佢安排咗頂級嘅精英教育。黃思玲現時就讀英國貴族女子名校，據聞入住嘅更係安妮公主當年生活過嘅宿舍，每年學費超過30萬港元。喺李湘嘅悉心栽培下，黃思玲日常盡顯奢華。舊年喺英國考咗駕駛執照，李湘就疑似送價值千萬嘅勞斯萊斯俾個女作為禮物。好啦，下次再見，請訂閱、點讚、分享我嘅頻道，多謝支持，拜拜。